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实行种族灭绝，人权组织质疑下一步会采取如何行动。众所周知，许多人和组织现在认为，反对种族灭绝的措施之一是抵制将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东京奥运会。5月17日，一些维吾尔人、藏族和蒙古人非政府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强调，试图通过种族灭绝摧毁维吾尔人的政权不适合举办奥运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维吾尔运动和国际西藏运动等组织签署的声明称，参加2022年奥运会相当于支持中国的种族灭绝。该声明在发表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声明发布的第二天，即5月18日，多个组织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来讨论此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会议上强调，中国正在试图通过种族灭绝摧毁和改造维吾尔人，这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5月17日，世界维吾尔大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德国议会承认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是种族灭绝。当天，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讨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之际，约有100人在议会大楼与总理办公室之间的广场举行示威。参加示威的示威会主席多鲁昆的埃沙先生说，事实证明，加拿大、荷兰和英国议会正式承认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破坏是种族灭绝。我们已经与德国国会议员和不同政治团体的负责人联系了几个月，我们试图让德国议会将中国的行为正式承认为种族灭绝。如果人权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种族灭绝，我们希望它将被德国议会确认为种族灭绝。一些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代表也参加了示威活动。纽约时报调查，美国苹果公司将天安门广场、藏独、台独等中国政府视为的禁忌词列为不能在应用程序出现的议题，过滤与台湾有关资讯。此外，苹果为配合中国网络安全法，同意将中国用户个人资讯存进中国国营企业管理的服务器。苹果中国版 APP 还自动让5万多款应用程序消失。纽约时报17日刊出标题“审查、监控与利润，为做生意，苹果向中国政府妥协”的调查指出，苹果主动审查中国区 App Store 有5万5千多个热门应用程序被消失。纽约时报视察苹果内部文件，访问多名在职与前苹果员工及4名资安专家。位于加州的数字媒体公司信息上周发表的一篇报道说，该公司和人权组织的调查发现，几家向苹果公司提供设备组件、涂层和组装服务的公司涉嫌强迫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劳动。香港政府在事先未预告的情况下，星期二宣布驻台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港府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与台湾的武汉病毒疫情逐渐转差无关，但没有给出暂时关闭办事处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办事处何时或是否会重开。自从去年6月30日北京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以来，台港关系不断恶化。台湾成立了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逃离香港来台湾的人提供咨询服务和人道援助。由于不明原因，楼高75层的深圳赛格大厦昨天下午出现摇晃，当地当局紧急撤离楼里人群。深圳应急管理办公室在微博官网说，正在核实摩天大楼的摇震晃动原因，但同时指出，今天没有地震袭击深圳这座城市。赛格大厦位于深圳市中心，以其宽敞行人大道而闻名，街道两旁遍布商店和购物中心。据当地说，赛格大厦是今天下午1点50左右晃荡摇晃，这些震颤立即引起了恐慌的场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像显示，数百人从建筑物周围逃跑。